旧历的12月16就是买鸡，伫咧北部是照惯例就爱食挂包，希望把这菜温饱起来。不过大家敢知影讲为虾米爱食挂包？这挂包的华语、台语是要安怎写呢？今请专家甲咱大家讲。香港的挂包内底有盐水、咸菜、土豆腐以及上重要的卤肉，看起来有够好食。头家讲，第一买鸡这天，挂包的生意比平常时好几若倍。600、700个了。哦。平常就是大概就是70、80个而已。就尾牙到了嘛，就是想说吃个挂包应景一下。对，而且很好吃啊。旧历12月16是买鸡，真侪人拢会第一天买挂包来食。为虾米要食挂包？民俗专家讲，挂包食了会有福气。伫买鸡呢，非常重要的一个物啊，就是咱的挂包。嘛有人讲是即个莲花包，还有人讲是即个好家底。那好家底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讲，甲福加掉的，嘛就是讲好家底内底所包的即个内容，是咱的即个三层肉落去控的卤肉，也有咱的福菜还是咸菜的部分，甚至讲会搁加即个香菜，还搁有即个花生粉的部分。那伊就是代表一个饱满以及包容的一个概念。不过挂包挂这个字，华语应该安怎念？正确的台语又搁安怎写？台语老师来解释，互大家听。迄字呢，拢写做一字拍斜啊，搁一字倒入平。迄字呢是华语爱读做意，但是咱台语呢，拢念做挂包。挂包的台文汉字爱写做挂包。啊，这个挂呢，就是咱挂回挂。咱台语呢，爱写做这个挂。挂包唔但好食，又搁会当代表好吉调。大家拢希望在新的一年讨到好彩头。挂包的正确读法，大家拢会晓吗？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。